自2025年8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蒙恩会议的验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25章第10到4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5章。撒母耳死，以色列众人自责，为着伊啼哭，甲伊埋葬伫伊的故乡拉玛。大卫落去巴兰的旷野，伫马坟有一个大好行人，伊的产业伫加密，伊有绵羊3000只，山羊1000只。迄阵伊伫加密底剪羊毛。迄个人属加利宗族，叫做拿巴。伊的某艾比该是贤惠阁水的妇人人，毋过拿巴做人粗鲁阁凶恶。大卫伫旷野听到拿巴在剪羊毛，就派10个少年人，叫因去加密见拿巴，吩咐因用伊的名甲拿巴请安，讲：祝你长岁寿，愿恁全家平安，愿你事事顺利。大卫有听讲你伫遮底剪羊毛，你的雇羊的甲阮做伙伫加密的时，阮毋捌欺负因，因嘛毋捌失落啥物。你通问你的工人，因会甲你讲。大卫，请你好款待阮遮的少年人，今日拄拄是做日，请随便摕淡薄，互阮甲你的后辈大卫。大卫的少年人到位，就代表大卫将这个话甲拿巴讲，因听了静静听候。拿巴应大卫的部下讲：大卫是啥人？亚瑟囝是啥人？最近不是有仆人背叛主人，我的饼、我的水，甲要互剪羊毛的人食的肉，减通摕互毋知对倒位来的人。大卫的少年人活转身对原路倒去，将这个话甲大卫报告。大卫对军队伊的人讲：恁逐个人拢着带刀，因就拢带刀，大卫嘛带。缀大卫去下约有400人，200个留伫固守补给品。拿巴的工人有一个来甲拿巴的某艾比该讲：大卫对旷野找使者来甲阮主人请安，主人颠倒大声甲因侮辱。毋过遐人对阮真好，阮伫野外甲因往来的时，拢无受伤害，嘛毋捌失落啥物。阮伫因遐饲羊的时，因每日拢有甲阮保护。请你详细想，看着安怎做，因为灾祸一定会临到阮的主人甲伊的全家。阮主人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话。艾比该就赶紧将200个饼、2批地酒、5只烘好的羊、17公斤白色的麦仔、100粒葡萄干丸、200粒无花果干丸，互驴仔宰。然后伊甲遐个工人讲：恁先行，我缀恁的后面去。毋过伊无甲伊的丈夫拿巴讲。艾比该就骑驴落山，对山迄边越过来的时，拄着大卫甲军队伊的人拄好对面得来。大卫拄仔得讲，这人伫旷野所有一切，我甲伊顾甲无失落半项，实在无彩工，伊竟然用歹报好。明仔载天光以前，我若无将因兜所有查甫人拢杀死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艾比该看到大卫
赶紧对女仔倒来，伫大笔的面前趴伫涂骹拜伊。艾比该趴伫伊的骹前讲：我的主啊，拢是我毋对，求你准你的女婢讲互你听，请听女婢的话。我的主，莫插迄个性情凶恶的人，伊叫做拿巴，名副其实是戆人。毋过我，你的女婢无拄着我的主派来的少年人。我的主啊，既然上主阻止你无犯杀死人的罪，无互你亲手替家己报仇，我记永远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愿我的主的对敌甲计谋要害你的人，拢甲拿巴共款。当你的女婢带来互我的主的礼物，请分互群底我的主的少年人。求你宽赦你女婢的罪过。上主一定会甲我的主建立稳固的王朝，因为我的主为着上主交战，佮你一生找袂出有甚物计实。虽然有人起来对着你笑伤你的性命，毋过我的主的性命会得到上主你的上帝保护，亲像在保护极贵重的宝物。你对敌的性命会互上主迄角，亲像用献索献出去。将来上主照伊对我的主的应允，成就一切好事，选入你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，我的主就毋免为着无缘无故杀人，也是替家己报仇，缔造后悔自责。当上主赐福互我的主的时，求你会记得你的女婢。大比甲艾比该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找你来见我。你甲你的见识拢真通学乐，因为你今仔日阻止我无亲手报仇，互我无犯着杀死人的罪。上主有阻止我无伤害你，伫上主以色列永远的上帝面前，我敢讲，该在你有随时赶来见我，若无到明仔早起，所上哪把的查甫人一定连一个都袂活着。然后大比接受艾比该带来的礼物，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去恁兜。我知你的意思，我答应你。艾比该转去拿巴遐，拿巴拄伫厝内底办桌，亲像王摆设宴席。拿巴心情非常爽快，啉甲醉茫茫，所以迄暝艾比该无将所有发生的代志甲伊讲。过早起，拿巴酒退，伊的某才将遮个代志甲伊讲。伊听了随时失去意识，规身躯袂振动。大约10日后，上主拍拿巴，伊就死去。大比听到拿巴已经死，就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我对拿巴受的侮辱，伊有替我伸冤，搁阻止我无去做歹。上主照拿巴所做的歹，甲伊刑罚。大比就找人去甲艾比该讲，要娶伊做某。大比的仆人去加密见艾比该，甲伊讲：大比找阮来见你，讲要娶你做某。艾比该就起来，趴伫涂骹讲：我愿意做妻佣，甲我下主的仆人洗骹。艾比该随时起来，骑驴。带5个女婢缀大比的使者做伙去，伊就做大比的某。大比已经有带亚述的人阿希暖，因2个人拢做伊的某。扫罗已经将伊的查某囝米甲，就是大比的某，互亚林人拿伊的囝拍铁做某。
蒙阮背义的眼垂。细汉时厝呢较散，但是每当庄年有节庆，爸母总是会排桌请客。节庆时节，总有乞食会来讨饭，阿母就会叫我带饭菜分因。我若对乞食有一点仔嫌恶的态度，阿母就会责备我，伊爱我为家己还有一丝丝仔能力帮赞需要的人来感恩。有一遍准备宴客的食物实在无济，阿母不忍心乞食分袂着饭，就认出药铺内所剩的几个银角仔互因。对阿母来讲，节庆是分享的时刻，袂当互来到厝呢求乞的人空手转去。内笔闪入扫落对山的时，身躯边带数百位部属甲因的家眷，一群人拢需要食物。电脑时，一位厝住伫马云有钱人老爸拄伫嘉义城剪羊毛，搁踮厝呢底摆宴席庆祝。剪羊毛的季节是庆祝丰收的烦恼时刻，也是慷慨施舍的时节。好款待出外人，一直是东方人的美德和义务，所以代笔趁机会派遣10个少年人去找老爸，因对老爸谦恭问安，搁说明因伫荒野时常保护老爸的牧者无受强盗的搅扰，希望老爸会当伫庆宴中提供因一点仔食物。可是老爸却对少年人大话大歹讲：代笔是啥人？亚细的囝是啥人？最近不时有仆人陪伴主人，我的饼、我的水，甲要互剪羊毛的人食的肉，减通摕互毋知对倒位来的人。代笔保护老爸的财产，老爸不但蒙阮负义，还指桑骂槐，羞辱代笔是逃走的奴隶，毋知对倒位来的人。老爸以恶报德，致使对食物供应大有压力的代笔情绪勃发，下令部属带刀，家己也带刀，带400人出发，留200人看守补给品。代笔就纸讲：明仔载天光以前，我若无将因兜所有查甫人拢杀死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这时，意愿报德的老爸并毋知家己惹祸上身，阁要牵连全家大细的性命。该在老爸的仆人即时通知女主人艾比该，创花阁精明的艾比该随时准备礼物，亲自送去予代笔。伊拍伫第二向代笔道歉讲：我的主啊，拢是我毋对，今日准你的女婢讲互你听，请听女婢的话。我的主，莫插迄个性情凶恶的人，伊叫做老爸，名副其实是戆人。艾比该的话及时遏制一场悲剧的发生，也适时挽回代笔，袂因为情绪失控就闹出屠杀的行为。艾比该转去厝呢的时，老爸拄亲像王在痛快享受，啉甲醉茫茫。迄暗，艾比该并无甲老爸讲发生的代志。过两工早起等伊清醒，才甲伊讲。老爸听了后，惊甲昏昏死死去，完全袂振袂动，10日后就死去。老爸
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瘾头。伊虽然拥有财富，却袂晓慷慨待人。伊凶恶粗暴，意愿报答忘恩负义的行径，真是人甲伊的名同款瘾头。袂想，我是毋是具有怜悯好施的心肠，会当好款待出外人？我是毋是具有怜悯好施的心肠，会当好款待出外人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若毋是你用怜悯慈爱对待我，今仔日我会诚侪何等可怜的人啊！求你帮助我远离自私傲慢的瘾头人生，互我诚侪兼具怜悯善心，乐意好款待出外人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